现在也这平安，现在开始今日早起下礼拜，请别倒。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就毋通硬恁的心。今日三角来信仰告别，就是上帝的10条诫，上帝的10条诫。第一诫，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。第二诫，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不论天顶、地上、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，毋通敬拜因，也毋通服侍因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毋容允用别的上帝匹配我。愿用我的，我归咎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守我诫命的。我施恩予伊直到千代。第三诫，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人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四诫，着记你安息日，守伊做圣。6日内应该着磨做你一切的工，独第7日，就是按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。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精生，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迄中间万物，第7日就休。所以耶和华束缚伫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第5诫，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着久长。第6诫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诫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诫，毋通偷窃。第9诫，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诫，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，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。现在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，互阮来归顺伫你，伫你的引带保守，经过疫情艰难的时刻，阮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的推、你的管安慰阮。
通过这个试炼，加添阮的信心甲疼心，互阮的喙会带互人性命的祝福，互阮的手会当扶持软正的阮的姊妹兄弟，互阮的心更加刻慕上帝你的话。今仔日是主的日子，阮逐人伫厝内做祭坛敬拜俄罗你，求你通过蔡长老将你的话签明，互阮知上帝是听，阮也着彼此相听，因为这是你的命令。也互阮甲阮的子孙知，倚靠你、遵行你的命令的人是何等的福气。阮恳求圣神充满每一个家庭，互阮徛在伫信。凡事伫忍耐来行，一生学罗你，荣耀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对，咱来看圣经约翰一书，圣经约翰一书，咱为第4章的第7节到11节，第4章第7节到11节。所听的兄弟啊，咱着相听。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，搁捌上帝；无听的毋捌上帝。因为上帝是听，上帝找伊独生的囝入世间，互咱对伊来活。上帝的听对即个显明伫咱，毋是咱捌听上帝，是伊捌听咱。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祭，听就是在伫即个。所听的兄弟啊，上帝若听咱到安尼，就咱也着相听。咱过来要请蔡长老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上帝是听。神就是爱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爱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请上来祈祷。万主上帝，我是感谢你，还给这个机会，伫每一个地点、每一个所在，起立这段三角一座来敬拜你。做肯你我用心甲诚实伫你面前来敬拜，互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搁再一摆，搁较深入来享受上帝听。若无信主的兄弟姊妹，做肯你稳定加倍祝福伫因的心上，得到上帝你的怜悯，照着卑微的做出口。互所有上帝听，管握伫每一个人的心安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因为这平安，真无简单，咱有这个机会，昨看到咱的整个 COVID-19 本土的确诊率剩8例，伊就感觉讲啊，心情真轻松。有可能是最后这2遍的线上礼拜，过来咱得当实体做礼拜，感谢主。上帝非常疼台湾。咱咧实体礼拜的时阵，因为咱的讲道拢有配合这查经，有系列的做讲道，所以往往咱拢会从一季内面所有的要讲道的先提出来，然后我会对礼拜日的暗时开始准备道理，到拜3的时阵，差不多有50-60篇的 PowerPoint， 然后开始检，向上帝祈祷，要讲啥，到拜6暗时定稿。但是定吼，到礼拜日的凌晨吼，阁起来小搞。即摆因为咱是线上，爱拜托欧巴先编辑，所以到拜3的时阵吼，这题目这物件拢爱先提出来。所以咱即毋知后礼拜要讲啥物，总是咱已经一礼拜，看规个疫情、规个社会变化，咱准备咱的题目。真趣味的吼，我才发觉一件事，即礼拜定上帝是听。我咧祈祷的时阵，一直咧问上帝讲。上帝是听，大嘛知。在咱信徒内面对上帝是听，这是有深刻的体验嘛？他也毋知。总是在想，线上礼拜呢，有可能有一个未信者，一个毋捌得到上帝听，一个毋知上帝听。伊为着今仔日咱来分享一句经节，来一个祈祷，伊来归入上帝，伊来羡慕上帝了。这是偌大福气咧！若有即个兄弟，我特别甲恁祝福。上帝就是听，即个题目，感觉讲大家拢真知啊，总我感觉真奇怪，真趣味的代志，感谢主的代志。其实咱所有兄弟，除了欧巴
以外村的大部分拢毋知讲啊，夹咱的迄个美丽姐以外，因为伊爱应酬报村的，毋知我拢今日讲到题目啊，是要讲啥物？哎，要张了吼，抱一个原住民14日所做一个因唱的歌《手牵手》。我听过一遍吼，因为我伫台东服务过。原住民是我跟做伙中间发觉心上单纯、上水，所以伫基督教伫原住民足好传教的啦。差不多大部分原住民拢是咱基督教徒，因为你心中充满疼，所以伫14日吼，基督中心所做出来的应带，一遍搁一遍听，咱感觉讲，这就是上帝的疼，这是咧彼此的相疼，啊，搁足自私的，即个撇主者，搁铺一篇犹太人拯救遮的，特别比迄个希特勒，特别纳粹德国所谋杀遮的囡仔。啊！这影片看到了，发觉讲，伊去听，伊所看到的人，伊所看到这囡仔，伊毋捌哩，伊完全听的。这真正是听，上帝听，听大拢足好讲的，听咧念的就是听嘛。所以你看《鲁豫诗》内面讲4种听，上帝听，哦，咱所有亲情的听，朋友的听，男女之间的听，所有听是最重要的。像主耶稣基督第3摆，搁活了第3摆，甲学生见面，学生去掠鱼，伊问彼得3摆，你听我无？你听我无？你听我无？头前2摆上阿甲白听，迄个听是啥物听？上帝牺牲的听。最后1摆主耶稣用希腊话听，你有听无？彼得因。主啊，你知我听你，我听你，我听你，用希腊话听。迄个听是真正朋友中间的听。主耶稣基督袂敢若要求讲你爱牺牲你的性命去听人。主耶稣基督甲咱讲的是真真正正用心、用朋友、用真正的听心，甲大家送到做伙听。咱咧看真济，我咧感觉讲所有的听，男女之间的听，结婚了后才开始。你看咱林牧师甲牧师娘吼，好无结婚遐久啊！你看，咱两个恩恩爱爱。啊，牧师娘不管是伫讲阮林牧师安怎，当然对我来讲，我是足不好个啦。伊特别能够代表教水平较高啦。哦，总是咱无好入迄个听是翁仔某结婚了，到头我建立要听。啊无吼，人常常讲啊，查某囡仔好对无？人讲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其实无影呢。在座人兄弟吼，也娶无某吼，来，即句话你甲背起来：一子二言三水四少年呐，五好喙六家贵七皮八白七皮八面烂九强10家死，你就娶某啦。一声娶某了后，讲你来家以前拢无甲讲一声，毋知百声无代啦，逐项都无代志。总是这是笑罔讲笑，其实听是对开始，是真正恁结婚了后，对两个无共款的生活开始去建立迄个听。遐日姊妹也共款，团契也共款，每一人无共款的家庭内，伫即个团契中间，你想讲大家都真正相听哦。你的意见甲我意见无一定相共的，伫中纪会内面冤家是正常的。啊，冤家吵吵闹闹了后，大家一致的意见了，就是上帝听，就伫遐出现。听，为着做一个疫苗，打开始的时阵，大家拢想讲抢无疫苗，用尽各种办法。一方面骂疫苗无好，一方面大家烧抢疫苗。好 ，A 字吼，叫大家讲啊有够歹听。他拄啊，欧巴他拄啊咧讲伊瑞典吼，开始咧研究讲 A 字较好呢。吼，咱已经100多万人吼，本来讲一定要注莫德纳，已经改讲要注 A 字啊。我看阮后生去登记会着啊，因为 A 字一个300多万支啊，啊你无要做无来，互阮后生做啊，啊做了吼 ，A 字了啊，佮莫德纳通选，佮 BNT 通选，啊若做莫德纳，感觉袂歹，啊莫袂歹，我袂歹吼，啊佮来莫德纳叫扣起来啊，咱以后爱去做莫德纳，啊毋知当时倒有，总是咱免惊，咱有一部好就是安怎，无需要批评人。我讲有当时咱咧感觉讲，啥物人做的字，啥物人做莫德纳，做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啊。我听着甲因讲，无需要去追究讲啥物人偷做，啥物人顶做，迄是逐个咧活命的生存法则啊。咱咧谅解人的心是软弱的，咱无需要为着这来批评人，
因为有一日咱会自着，咱无自着，咱家己保护家己，这就真重要。啊，毋是像讲有少数人啊，哇，根本就连口罩都无戴，啊，都群聚，有诶无诶，都拍麻将啊，大，莫怪佢咧感染啊。咱真真正正爱知上帝去听，迄个听是人诶心里所发生。这个人我要佮讲一遍，已经讲3礼拜啊。贾永杰，人讲防御女神，为什么我要常常提伊个例出来？因为常常咧做好事的时阵啊，人开始批评了，你就惊，就揪卡啊！讲你咧作秀，哦，你足爱作秀，啊，揪卡莫做啦，无我莫做啊，一直甲我骂。所以车有这一部好，你甲骂嘛笑笑啊，伊继续做。我第当做偌济做偌济，你甲我骂，我嘛是继续做。我感觉这是一个上水的一项代志，这真真正正的听。迄个听，咱感觉讲，咱真真正正爱去思考。咱有当时为着这个事，为着这边的 COVID-19， 咱是真正用三听的心来，啊，是每一个人要利用这个机会想要赚大钱。像刚开始口罩，迄个国家队，或有人去进口迄个较歹的口罩，啊，甲包装中咧讲这叫做国家队，啊来赚取他的暴利。你会感觉足艰苦心的袂？咱敢想一样代志？上帝创造这个地球，遮尔的水呢？遮尔水的地球的中间，咱安怎糟蹋这个地球啊？滥垦、滥伐、工业，整个烟囱，地球软化，南北极的冰块开始溶解，连北极熊都找不到食物。我们看海洋，一大堆垃圾。如果你从天空去看，那个垃圾比每个国家都大，很多是塑胶的垃圾，鱼吃进去，受害的还不是我们。等我们捕到的鱼、吃鱼、深海的鱼，可能都是垃圾，很多是塑胶粒。我们把整个地球破坏成这个样子，上帝创造给我们这么美丽的地方，上帝有破坏它吗？没有我们反而去破坏它。所以为什么神是爱？这个地球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所创造。地球是圆的，这样滚，我们不会跌下去。那么多的星球，这么有秩序的在运作，一定有一位奇妙神。可这奇妙神所创造的是什么？是好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好的 good， 讲了702次，可是讲那个不好的、恶的、不好的，才17次上帝说创造这个是好的，创造那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圣经里面都讲的是好的。圣经里面讲到爱有372次，可是圣经讲到恨才80几次，爱与恨两个差3倍。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，爱，一个字，爱，上帝的爱。我们要将上帝的爱在神的面前用出来。通过刚才给人听了，刚才先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呐，我们当、你们当、每个人当什么？彼此相爱，很重要。为什么？爱是从神而来，从天父而来的爱，那是非常的美。上帝是非常爱我们，所以给我们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。用台湾来讲，福摩萨的台湾。你看到齐柏林，看见台湾，这么从天空远远看过去，是这么美丽的地方。看那个风景，看下去你会感动。哦，台湾这么美丽。可是等你下到地面上来看，那边一堆垃圾，这边被破坏，那边好像一个澜沧一样，整个的疤孔。你发觉到人呐，到底怎么啦？你为了赚钱。你把上帝所创造的美丽大地，你破坏成怎么样子的？你破坏天空，破坏海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？我们有上一次的那个在讲到，就跟各位分享 ，COVID-19 是我们大家都很怕，可是因为 COVID-19 让地球暂时按下停止键，让地球恢复它的生息呀，是好还是不好？我不知道可是我总觉得说，神给我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，所以他说，凡有爱心的，都是从神而生。我们讲爱心，大家都会讲，
为什么刚才会特别提家长节？我们一直讲说我们有爱心呢，可是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在嘴巴上面呢。那些批评人家啊，作秀，才捐2个便当啊，你家比较有钱，他捐2万，为什么你只有捐1万？可是你连1毛也没有捐呢。人家在做善事，在做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在嘴巴讲，在嘴巴骂，你有做什么没有？没有哎，你有出一张嘴巴哎。我记得某个教会，其实那个教会是我的母会了，也不能讲得太清楚。当时在第4次改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说我的年纪还很小，说哇，整个教会吵得一塌糊涂。有一派的人从外面回来，说我们这个教会有历史的建筑，有阿公阿嬷的痕迹，我们绝对不能改建。哇，一直吵一直吵。那时候我爸爸的义父，等于教会的长老的代议长老就起来。说让我们改建，因为会友已经坐不下。那卡数为着改建需要欠钱，我来负责。你讲的哦，我一角银都没现哦。结果那个教会改建到完成，那些人真的没有奉献。可是有时候另外一个角度想，你到底是为神工作，还是为自己在工作？不是说你奉献的多表示你比较爱神，也不是说你奉献的少就是你不爱神。最主要是你的心是怎么样的。你如果爱神的心，你就会喜欢这个教会，你就会爱这个教会，你就会爱你的弟兄姐妹们。这个爱是真的出自内心的爱，对心来说发出的甜，而不是说我们只有讲爱的老半天，说爱自己人，啊，看到别人的话就不见得会爱。我们的爱是真的是要彼此每一个人互相的相爱。从哪里看得出来？大家都很会背的经节，约翰3章16节，他怎么讲？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的囝，赏赐世间人，互见那信伊的人，未沉沦，为得到永远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间上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不受沉沦之苦，得到永生之福。你说，你怎么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呢？从旧约里面我所看到的300多次的地方，可以印证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存在，而且是印证他上帝所差遣来他的独生子。其实独生子这个名词是用我们人类所想象得到，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就是上帝本身呢。他到世界上来为你我而牺牲。也许你不相信这些事实，可是你体认看看，你体会看看，你自己去改变看看。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血来血我们所有的罪，你自己能够自己得救吗？你自己想想看。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说神是烈火，刚才我们的10条诫里面冇甲咱讲，第一诫是哪？除了我以外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，唔通为着家己雕像偶像，你上帝是记下的。上帝是希望我们是完完全全唯一敬拜他，所以他是烈火，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你说上帝怎么爱我们？那就放纵我们，那个叫做宠爱，叫溺爱，那个不叫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，你要给他管教。做不义的事情，上帝会管教你。但是上帝是怜悯慈悲，只要你自己本身知道认错，归向上帝的面前，那么上帝就会听你的祷告，赦免你的罪，医治这块的大地。有时候你讲说啊，反正我们就想我的信耶稣啊，我的得救啊，真的吗？千国主啊，主的人无大家拢进入天国哦。我的信耶稣啊，刚才看起来吼，你有信耶稣是礼拜日的信徒啊，礼拜日以外，你就敢若看起来，我敢若无基督徒。有一天人甲我反映啊，讲带长足怪啊，恁迄个同事都看到敢若基督徒咧，吼，太安尼敢若刺猬咧刺压去啊。但是礼拜日足温柔的呢，伊讲我一边吼，加做去礼拜日，我甲讲哦，伊礼拜日足哩那温柔的，但是若开始上班就刺压去啊。我感觉讲，咱是毋是上班的时阵嘛来做一个基督徒？上班的基督徒吼，行出去比大家做基督徒更较重要。你莫说捌一遍讲道啊，
讲爱唔通做坐咧基督徒，爱做走出去的基督徒。咱基督徒，咱的行为，咱的见证是行伫目靠咱带真正的见证咧。所以老约甲咱讲诶，上帝是听，听是对上帝来的。咱个想法，咱么无上帝听，咱头我头用迄个听，真正是所有每一个人用真正的听，建三个做伙。上帝是灵啊，上帝甲咱讲伫患难中，咱嘛爱安怎？爱欢欢喜喜，讲唔爱头壳叫歹去，啊患难你搁咧欢喜，上帝甲咱讲啊。讲你患难啊，你也欢喜啊！你患难中你就生忍耐，忍耐就可以生老练啊，老练就不至于人就生盼望，盼望就不生伤人，老练就不至于救赎。上帝的爱会借着圣灵浇灌在你的头上啊！上帝的爱是借着圣灵，借着圣行啊，灌到你的心中啊！所以上帝神就是个灵啊，敬拜他的用心灵跟诚实而敬拜啊。上帝就是个灵啊！咱要敬拜上帝，用咱的心呢，毋是讲礼拜日咱来礼拜一个应付一个，甲上帝讲，我都甲你礼拜啊。迄毋甲上帝礼拜呢？礼拜是家己得到福气。神就是光，你若感觉黑暗的中间，你感觉逐日咧这个 COVID-19 吼，这算算多，至到交起来短2个月。关于2个月吼，我只有嘛是伫遮吼，爱甲我的隔壁。行我楼骹的人吼，回一个室咧，因为我恁遮高山啊吼，跳规日咧，你无法度，迄门床全部人摕咧做溜滑梯啊，冰冰冰冰。我看隔壁吼，可能迄陈校长啊，歹势讲诶，下骹拄迄个水管装啊，人嘛，去互你冰冰冰冰嘛无啥甲讲，无你无法度啦，你压啊困以外，伊就是学袂走尔。无通走啊，定定咧讲阿公我们什么去儿童乐园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儿童乐园？我讲你在家里自己玩不是很好吗？因为去儿童乐园我去较轻松，因为看伊倒咧坐，我咧边仔休困一下。无逐日拢爱家奋斗。做事了啦，你奋斗中，可嘛早讲，哎哟，看到因吼，你会感觉这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应该这是感觉足艰苦的代志，但是叫伊糟蹋掉吼，嘛甘愿安尼，趣味呢。伊若无咧甲伊糟蹋的时阵吼，你有法甲讲变得弱，敢若欠啥物件咧？所以讲，我你欧巴甲欧妈，恁著在场吼，恁伫线上时，你甲听看觅咧，恁袂受影响。伊伫瑞典的所在，4个月拢无看到日头，24点钟拢是黑暗的。迄阵的时阵，伊伫遐会艰苦袂？伊伫遐会上厝袂？恁袂想伊？我都足想我后生咧。我后生拄仔这边无真济时阵来一遍，个都无来啊，毋敢来。嘛毋敢互来，我嘛毋敢落。会想啊！所以讲，伊固定9点、10点固定的时间就敲电话来，我若看到足欢喜。拄安尼看到伊的面仔台，好佳哉咱欢迎这赖人，我会特别甲说多声。咱可以当视讯，用影像视讯吼，看伊咧创爱吼，搞足欢喜的。咱甲想看觅，上帝对咱就是安尼呢。伊看到咱每一个人的心拢足毋甘的呢。你到摕来去想着上帝，你讲我着上帝知我听伊，咱捌咧祈祷，毋捌甲上帝咧讲话啊。着上帝知我要讲啥就好。恁后生甲你讲的话，重复较讲嘛，讲迄句话，爸，你爱食较好咧，爱困好饱哈，身躯爱较固咧。一年365日，说360日讲同款话，足正常的啊。你敢袂当逐日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？我就是你的后生。因为我承认你，我会当像你阿爸爸，感谢上帝，你互我会听。你讲毋免啦，上帝拢总知。倒一个爸母无希望伊的子女，逐日加问候一下。上帝咧甲你讲话时阵，你都无咧听咧啊！所以咱知上帝真是听，伊是咱听的源头啊。咱的听是对遐来啊。咱因为听上帝，所以咱每一个兄弟虽然无熟悉有熟悉的人，因为听内底，咱用这同一个源头去听，咱才会当三个做伙。第二，基督迄面上帝听，无听心的、没有爱心的，就是不认识神呐、啊。因为神就是爱，为什么神就是爱？咱都讲过啊，他差他的独生一切独生囝。互咱照着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，洗去我们根本上、基本上的罪。不要再犯罪了。
如果你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宝血已经洗清你的罪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的爱是这样来的，所以上帝差遣耶稣来，让我们可以重生了，我们生命可以再一次的更新了，我们得到永生了。所以，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要非常的感谢。所以，爱在哪里？在十字架上面，在十字架上显明，这个十字架是个羞耻的记号。但因为十字架，耶稣让我们本来跟上帝的关系已经隔绝了，本来上帝已经不承认我们是他的子女了，本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搞僵了，我们甚至父亲发表声明，我们现在看到有时候报纸会登，我跟某某人断绝父子关系，可是血缘还在啊。因为十字架让我们跟上帝重新再合，和兄弟更合，让我们有资格成为阿爸父神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将上帝的爱分享给每一个人，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是爱。第三点，神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创造上帝，不是我们创造地球，是上帝先创造地球，创造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地方生活。糟蹋这块土地的是我们呢，不是上帝呢。因为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所以差他儿子做挽回祭。什么叫挽回祭呢？这挽回祭不只是说他替我们赎罪，而且是要把我们从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怎么样，就把它提升出来。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把它挽回过来，这才真正的爱呀！这个爱是整个的挽回的工作，救赎咱的。这听是真正的救赎。所以讲，保罗现在讲哦，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基督在做，咱是要做罪人的时候，替咱死吼，这个爱才当显明出来。什么叫做显明？你会听，迄个听是真真正正。当你唔对的时候，你会看咱的囡仔，伊做唔对代志，你会甲讲甲总是你会听的，你嘛感觉讲哦，我足听的。有当时吼，爸母拍囡仔拍了了吼，甲咱咧，我唔通阁做啊嘿，拍你我嘛足甘好心的呢。那无法讲，咱来对咱的家己，你敢想看觅？你对你家己的后生，你家己查某囝像阮兜迄只高山啊，若无乖嘛甘的，莫安尼查要甲你发起啊！啊，带你发起的时阵，我带着大笑，啊，唔甘，啊，家己叫咱呢，不要再犯错了嘿！啊，讲小小哈，唔通阁做唔对代志啊！上帝听就是安尼很明的啊！最后一项啊，上重要，其他第一项拢总相共，上帝是听，啊，要安怎很明？爱彼此相听。所以圣经跟咱讲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呐，神既然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怎么样？彼此相爱，咱要互相相听，彼此相听，彼此相听，才通彰显上帝真正是听。咱每一个拢讲刺猬的，身躯刺压去啊，总是若伫足寒时阵吼，迄刺猬吼，互相的爱甲你挖做伙，足寒嘛。这寒人两个人做伙就袂寒，啊，总是两个人做伙时阵吼，发生一个啥代志？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会刺伤到我，我会刺伤到你，两个互相刺伤，会不会痛？会痛啊！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度过寒冬，两个抱在一起可以度过很多艰难，度过很多的危难，度过很多的患难。所以虽然痛，可是我们还是抱在一起。人跟人会互相刺伤。人跟人像刺猬一样，我们两个人都是刺猬，可是我们抱在一起会得到什么？得到爱跟得到温暖。你要跟刺猬的人抱在一起，你会刺伤到他，他刺伤到你，但是用你们的爱把你们两个团结在一起，抱在一起，彼此分享你们的温暖，将你的温暖分享给他，他的温暖在你的身上虽然会刺伤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得到那种温暖跟那种爱。所以我们这次打疫苗，就会发那个就是疫苗的身份证啊，要去坐渡轮呐，以后要出国，可能要拿那个疫苗的身份证啊，他要让你才要进国，进入他的国度，上那个邮轮。但相对的，基督徒的身份证是什么？彼此相爱。因为你若三听，见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，因为你们彼此相爱，人家才会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！你不要一张嘴巴讲你是爱，
你应该从爱里面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你们彼此相爱，才会认出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是主耶稣基督学生啊。你若做出来行为，一支嘴讲你爱听，总你做出来行为是给人咧计较，开始咧答别人，敢一只刺猬。你咧刺别人时，你若袂记住，你会刺着别人，总是你爱互别人温暖。这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有一个人，犹太人，得救的时阵，因兜的人拢去抓入去集中营，伊的老爸甲伊放走，叫人甲带去美国，然后甲讲，千万毋通讲你是犹太人的。伊走到美国阿拉巴马州，伊伫遐改名，伊本来的名叫做亚伯拉罕，因家庭的姓氏，伊改做亚伦。迄个亚还佫甲保留咧，拢毋敢人讲伊是犹太人，也毋敢去犹太的会堂里内面做礼拜。总是伊到尾夹一个查某囡仔来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竟然是犹太人啦，嘛是隐瞒伊的姓氏啦。两个拄彼此讲了时，都讲，唉。咱拢是犹太人，安尼是上帝甲咱结合做伙的，所以两个生一个囡仔。即个杰弗森13岁时阵，犹太人13岁就是咧做成人礼。到13岁时阵，伊带这个囡仔甲讲：你是犹太人啦。犹太人我们依照我们犹太人13岁要做成人礼，你会使要求一项物件。爸爸若做会到，爸爸买互你。像讲囡仔绝对拢足爱打电动玩具的吧。一直甲带去电动玩具店，倒下买看你爱倒一样电动玩具。可迄囡仔毋知影，目睭一直看对面啦，一个古董店啦。爸爸，你甲我带来迄个古董店好无？我迄有啥物件通买，我就甲带去。看到一个金灯台啦，金灯台，咱普通金灯台是7个，一个主桌边仔3个，倒面3个，正面3个。这个金灯台是高机啦。迄是啥？光明节咧用的啦。犹太人有一个光明节，所以叫光明节。犹太人是马加比发生那个革命之后，他们第2次进入圣殿，第2摆到圣殿的时阵，因在咧纪念迄个日子。大部分这个日子拢是主要所基督降生12月，迄个左右连续8日，因咧纪念光明节。所以光明节的时阵，对倒面开始点拢连续8日嘛，所以这个中间这个蜡条开始点，对倒面开始点，所以讲变9支啦。1支还佫点8支、9支，伊看着讲，我囡仔会知，这是光明灯呢，这是咱犹太人的光明节、光明灯呢。这囡仔都讲，甲迄个头家讲，我囡仔既然爱这支迄个金灯台你毋使买咧，讲袂使，这是我一个朋友叫人摕出来，这是有纪念性的。我袂使卖你，讲卖啦，拜托你卖我，对囡仔爱。伊甲囡仔讲，我买电动玩具互你啦。囡仔讲袂啦，我都一定买这个，我一定买这个。这个古董店的头家看到这个囡仔才爱讲，囡仔你太爱说，讲毋知，我就看到伊，我就足爱，我就足有感情的。你卖我啦，你卖我啦。迄个怎个讲我是犹太人啦。迄个古董店头讲，我嘛是犹太人。阮犹太人13岁咱犹太人13岁咧成人礼，今年13岁啦。所以讲我有买一个答应买一项礼物，安尼好，我小小买你，转买伊。这两个囡仔对了，足欢喜有这个金灯台，逐日拄算，这是一个重的金灯台，用手工做的，逐日拄算，有时日无注意咱叫落落。伊若要气啊，讲。你一直吵，要买这个金灯台，买你搁甲落下，搁叫破去，搁破去了后才发觉讲这金灯内底有走一个字条啦。这金灯台内底有一个字条，伊却摕这字条看下讲，迄种叫秩序以下，什么叫秩序？伫犹太一个足古老一个文字啊，字看咧，全都分去。目屎滴咧，伊太太甲问讲：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伊这字条摕出来，伊甲因太太讲：你敢知？这是写讲，若假使啥物人摕到这个金灯台、光明灯，请你伫光明节时阵点蜡条，为着我，为着我的。厝里每一个家人，为着我的亲人，甲为着所有听主这兄弟
听上帝这兄弟姊妹，为了阮这犹太人伫集中营受苦这个人来祈祷，后壁签一个亚伯拉罕，这是我老爸签的名。这个金灯台是我老爸所做的。我老爸甲咱讲，咱爱彼此相听，咱来将咱的听分享给每一个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要做金灯台的工课？你要做公平的工课，你上帝就是光，上帝就是光，互你做光，照亮每一个人的心。互你做光，将你的听分享给每一个人。因为上帝是听，上帝是听的源头。这个听是要分享出去，才叫做听。听毋是在内面听家己的人，听家己的子女，听家己的父母。这个听是要听你所看会到，甚至你看袂到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但是真正的听。三个来祈祷。我主，我上帝，我真感谢你，互我来体会，搁一摆体会，上帝你是听。我来对你的听的中间，你是听的源头。我来用彼此相听来回应，来互知我是主耶稣基督学生。主，你上主耶稣基督显互阮听对遮来显明。我也要用听分享给每一个人。虽然互相彼此刺伤，总是咧温暖你的听，永远紧抱在一起。让我们的爱彼此滋长，让我们的爱彼此蔓延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的吟诗学录，圣诗522首，圣诗522首，仁爱是够宽容，各有慈悲。咱过来奉献。咱来报告，消息报告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伫后礼拜犹原是线上的礼拜，同款伫10点开始。第二，疫情的期间，咱的奉献拢伫做建堂基金啦吼，所以即个户头甲迄个账号有写伫顶悬，咱会当来看。第三，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文日奉献主日，咱也为着文日时间要来奉献，请寄伫即个玉山银行遮吼，伊的账号嘛是伫后壁遮，咱会当来看。
你若有奉献证明吼，即个甲交互即个会计吼。本周读经的进度是耶利米书第1章到第8章第3节。过来具体交通的部分，第一，咱为着台湾的疫情会当解除来台岛，也为着全球疫情会当紧紧来过去来台岛，求主来怜悯。第二，为着教会组织的这段会当建立甲稳定来祈祷，愿人愿意来调见咱的上帝。因为可能伫后第3礼拜啦，后礼拜了，搁过即个礼拜，有可能就会当实体的礼拜吼。咱为着这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关怀事工来台岛，求主兴起国际的工人，互社区甲教会中的看见社区甲教会中兄弟的需要，会当用同款的心情甲因陪伴甲关怀，互人会当恢复伫基督内底好的形象。第四，为着领受圣神充满的祈祷，求主圣神来管理咱的生命，开阔咱的眼界，互咱的服侍有效果，会当明白上帝的作为，会当带互人平安甲喜乐。咱为着已经受隔离，也是住院，也是为着这个疫情来死亡因的家属来祈祷，愿圣神扶持、安慰、保守因，甲因同在。咱第六，为着这个洪富林姊妹吼，伊伫台北医学大学伫遐咧住院，请为着伊来祈祷。第七，为着春宝兄吼，伊伫28时要去开刀吼，祈求主甲伊同在，保守伊会当平安顺利。咱过来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，照顾因的亲人来祈求，恳求上帝扶持，行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咱来为着两个家庭，保险接受因的家庭有邵圈、秀妍、雨丽、许文杰、徐丽恒、江雨倩、江雨芳，以及朱老师伊的家庭吼，吴永芳、朱秀凤、季淑平、吴耀宗，以及朱老师伊的女儿伊全家信用、健康、学业起居、工作等来祈祷。特别，阮感谢你怜悯看顾，互台湾的疫情会当减轻，得着病的人会当减少。因为见若求救摇花要甲因亲近，恳求天父看顾，还搁伫疫情中的国家，求你伸出大权能的手，互疫情来煞，互百姓无搁惊吓，互死亡会当离开阮。阮来伫遮为着亚洲还是欧洲的水灾恳求。求你怜悯安慰拄着死失以及财产的损失的家庭，找安慰的神甲因同在。特别，阮感谢你，疫情渐渐解除的时，求你赐予阮有火热的心，逐人欢喜到圣殿敬拜你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落你的名，唱新的歌来学落你，也献感谢的祭。阮来为着教会关怀的事工代祷。求主你兴起，搁较侪教会同工，看见社区中以及教会中兄弟的需要，用同款的心情来陪伴甲关怀，互人恢复伫基督内美好的形象。恳求主加添阮的智慧甲气力。阮为着领受圣神充满来祈祷，由圣神管理阮的生命，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亲像吞忍、善良、正直甲真理。阮服侍有效果，会当带互人主内的平安甲喜乐，佮开阔阮的眼界，明白上帝你的作为，做好的管家来管理你所创造的，减少资源的浪费以及破坏，互大地、动物、植物拢会当得到生养。阮为着染着疫情来隔离住院，也是死亡这的人甲因的家属。愿圣神扶持、安慰、甲因同在。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带阮出患难。阮虽然行伫患难中，你要互阮活，
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以及照顾因的亲人来祈祷，恳求上主同在扶持，行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特别，我也为着丰富丽云姊妹，伊咧住院，春宝兄特别去住院治疗，求主甲因同在，保守一切平安顺遂。为着出外兄弟祈祷，无论伫国内国外，求主甲因同在，出入平安，得到你的祝福。我也为着两个家庭，保险执事伊的家庭，以及朱老师伊的家庭，主要祈求你亲自保守看顾这两个家族，无论因的工作、因的健康、因的起居，也是因的孙仔的学业，主要祈求你保守看顾带领。主要求你祝福伫因的顶面，因为阮知，阮也倚靠你，阮就是蒙福的人，会当得到你的看顾。阮将伊这两个家庭交代你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过来吟上营391首，上营391首，咱吟时候请牧师来祝祷。以赛亚第40章31节，上帝会对咱讲：当迄天后，耶和华的百对才得到快乐，因亲像鹰鸟飞悬，也要踮伫所在，行逐项甲大家三甲伫地。恁通平平安安去啊！愿爸囝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甲恁三甲伫地。祝福恁，保守恁，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各位会友平安，这时咱要来举行咱下早啊线上的会友关怀甲探访。今日咱要借这个时间，要来探访咱两位咱教会会友。第一位，咱是要探访咱的地长老娘，就是咱的郑欧淑英姐妹。然后过来，咱要探访咱的柯美娣柯长老，甲张泽博张执事。咱这时个要来甲咱地长老娘来连线。哦，真老热，真老热。长老娘会当听到阮的声袂？地长老娘有听到声无？平安，大家平安。平安吼。平安。啊，你讲去跋倒哦？好，袂歹有上帝咧照顾啦，袂歹。毋是托门开偷车倒去的啦吼。迄个托门兄吼。买挂零下鲍鱼、乌鱼子吼，甲妈妈补一个安尼啦。
保护骨头较用咧啦。哦，真欢喜看到恁咧伫遐。啊，即摆安怎？跋倒了安怎？你讲跋倒？无啦，无啥代志啦。无。你照顾无？主林呢？你好。哎，主林现在在做什么？每天在家里打电动玩具。回公司上班。哦，对对，哦对对对，还要上班的哈。秀琴姐，你好像在后面是吧？秀琴姐，头露出来给我们看一下。后面是谁？秀琴姐。哎呦，哎啊，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呢，足久无听到你来唱圣歌队呢。哎呦，我咧唱歌拢减一味呢，你敢有注意到？哎，阮唱歌拢减一味呢，迄味足重的呢。第二种上帝祝福你嘿，哈，谢谢。哎，大家都足关心你的，看到你足欢喜的，啊，当然看到你嘛少年着老队长咯。看到你嘛真欢喜。嘿，啊嘛祝福着少年队长咯。但是上帝拢叫你三甲做伙。你无说到倒嘛，倒咧讲恁咧，足关心恁咧咧，嘿，足好诶吼。啊，不咱三甲先做伙来祈祷，好无？我来做一个祈祷。平安。平安，亲爱的主，阮真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疼的源头。我看到地长老娘身躯悠然，非常健康，满面的笑容。祝你平安喜乐在三甲之地，祝佢你攀赞伊。我嘛足少念着老地长老，我足少念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庭真正上帝你所祝福。你的稳定行三甲做伙，因为着主，你来尽忠来拍拼，所以讲叫你稳定，满伫这个家庭，到阵的行行顺顺，拢代代得着上帝你的大大祝福。班赞照顾因每一个子孙各人的事业，每一个人的事工，因的家庭，因所有亲人的做伙。拢有上帝你的疼，见三甲之地，特别照顾伫地长老娘身躯的健康，照顾伊生活起居，拢有天使保护伴赞伊，见三甲做伴。上帝稳定，上帝疼痛，充满到伫这个家庭，安尼祈祷，我最后所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听干了？哎，该真欢喜的。嘿，地长，你要甲讲一个话无？哎，啊，地长你要甲讲一个话无？你有要讲什么话无？哦，无啦，都逐日拢过日平平安安，我地长了咧。地长了哦。少年地长了。做伙聚会是才知影讲聚会会珍惜啦。啊，你还少年的啦，你还少年的。主任有什么要跟我们讲没有？你啊，哎，就希望赶快可以回到教会。哦，你足久无听到你咧拍鼓啊？你个离到教会，啊，教会你要秘伫上下壁。哎，阿琴啊，阿琴，你有啥物话要讲无？没有啊，祝大家平安。嘿，我看阿琴就足欢喜的，是足好。好，多谢您，再见。哎，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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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拜拜，平安平安，哎，足好足好。阿琴，我常常咧讲你啊，出去。过来，咱要来连线的是咱的科长老，吼，来我甲泽婆兄这边来连线。啊，长老，科长老，足久无看诶。平安平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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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看。平安平安。平安。平安。在下林，在下林，感谢主。啊。
上帝祝福恁每一人手所做的工，拢得到上帝建立。祝福恁每一人手所做的工，拢得到上帝建立。那重复。师傅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，谢谢。你有居家办公吗？还是都要上班？都有上班。都有。有居家，但是还是都会去上班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安尼为着兄弟姊妹会敬拜上帝，拢安尼遮认真用直播，互阮大家伫家庭会当建立这段，感谢主。感谢主。啊，直播上有啥话要甲人讲无？甲大家讲一下。还好，就是嘛是希望讲会当尽快跟大家一起在教会来敬拜，一起有团契这样。看起来再2个礼拜了，再2个礼拜应该会解封的了哈，看起来应该是有啊了哈。赶快可以实体礼拜了哈。我无咱三个来祈祷吼，为一个家庭，所以咱人个爸，阮的上帝，阮为着考虑到这个家庭，献上阮的感谢。主要祈求你保守因，有泽荣，还是泽威，还是泽波，因的工作拢得到顺利，要你赏赐因的智慧甲平安、喜乐伫这个家庭。主要祈求你亲自看顾保守，因为阮知，阮若属于你，你就保守阮。你的威雷伫阮的四周围，用天使天军扎营。最后，阮若知，阮若倚靠你，阮就喜乐甲平安。因为真理的神常常甲阮三甲同在。阮伫遮将这个家庭交在你的手中，阮感谢你，开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谢谢。好，平安，平安。万主祝福你。感谢主，平安。好，平安，再见。再见。咱真欢喜，阁一届咱看到咱教会的会友，咱的科长老，咱的老长老娘，甲咱的郑哥、郑博文、郑长老。虽然头拄拢讲，即届疫情的当中，咱拢会当伫厝内建立咱的厝内的祭坛，来甲主同心来做伙礼拜。但是我想，大家拢更较期待的就是。疫情会当紧紧过去，会当重新来到主的殿堂，甲主搁较亲近，搁较做伙礼拜。咱即时要来结束咱今日的礼拜，咱袂倒闭会。